所敬听咱圣灵教会的牧师团队，以及咱的中级甲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我有机会过来到圣灵教会，甲咱做伙敬拜上帝。代表新人院来甲咱请安，嘛甲咱说多谢。所以首先，我需要伫这个所在，来感谢圣灵教会久长以来对台南新人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为着要搁一摆来唤起咱来关心台南新人院，所以我今仔日就用这个题目叫做厝边。这个主题经节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耶稣所讲这个譬如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咱搁对遮来探讨。对遮这个洪德长老，伊对头拢读到尾，所以咱会当对这个故事，咱拢真清楚。甚至嘛有人对细汉听到怎啊，毋知听偌济摆。总是事故也应新。我通过这个经节，我有无共款对遮的传释伫这个现代意义，咱嘛做伙来思考。但先我嘛爱对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我搁一摆来讲起这个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这个故事是一个对话甲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如。这个就是咧讲好的撒玛利亚人的隐喻啦，引来这个譬如这个就是耶稣甲犹太律法师的对话啦，这个中间嘛牵涉到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迄款的怨恨，这个记载是伫约翰福音4章甲9节。这个代志是安怎发生有一个律法师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专家啦。就是即马的即个，通讲是针对法律真有研究的律法师啦伊为着要试探耶稣，嘛要互耶稣歹看，雕工要甲闹开，看耶稣会安怎答。咱知影读法律的人对伫逻辑拢真清楚所以伊就要甲找出空隙，通要甲攻击耶稣伫迄个所在时，伊就甲称呼耶稣是老师啦佮甲讲先生啊。我得安怎做，才会得到永远活？提出这个问题是耶稣甲回应，伊讲法律是安怎写？你读我听看卖伊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佮听主边亲像家己。讲对你回答的就是你若照安尼行，你就会得到永远活。这是足简单的对话耶稣听了后这个律法师为着要佮凸显家己，伊有理。然后要搁看耶稣有搁回答，有搁进一步较绕开的无？伊怎啊搁问耶稣讲啥物人是我的厝边？耶稣，啥物人是我的厝边？听到这第二摆的问题了，耶稣怎啊用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甲伊做譬如来甲伊回应安尼啦。对只迄个故事，洪德长老就读过，我就无搁读讲这个故事譬如了，换耶稣问这个律法师，伊讲这个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祭司，甲一个吊伤，佮吊伤的人，甲这三个中间，啥物人是你的厝边啦？啥物人是你的厝边啦？伊讲，迄个感觉做上好的，迄个就是撒玛利亚人，迄个就是上好的，就是伊就是怜悯伊的厝边。伊讲对，你着照撒玛利亚人安尼去做，就无毋对好吧？这是耶稣甲伊的对话所产生出来一个故事对这个经文会当看犹太的律法师对这个耶稣甲耶稣讲话，因为对话中间，伊是充满足济的质疑，嘛充满足济的试探，嘛有感觉要互耶稣好看，有这个感觉伫咧。咱拢知影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是冤家呢，是无咧往来呢，无咧往来到啥物程度，咱敢知影我只有一个图图互咱看一下这个。北边伫加利利，南边是耶路撒冷，有无？这个拢是犹太人咧住南边甲这个北边的加利利。我想咱若去过以色列的人，咱就会知影迄个第一，以色列甲台湾差不多要平大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住伫差不多中部的所在咱敢知影这个因的冤家甲含。对南边要去北边伊就无爱行过撒玛利亚的地区呢。因是安怎行？比如讲，我是台南人，我的亲人有住台北的，
我伫甲台中的搭婚林的吼，我伫甲因拢做无好势，我嘛做无爱行过因的所在。我从我甘愿吼对屏东啊，是对台东啊来花莲啊来宜兰，我都无爱经过恁的所在啦。迄弯到即个程度呢，吼。啊，是安怎会安尼吼？我只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诶，几个图，叫咱复习一个，这是旧约啊，即个历史啦吼。犹太人伊对撒玛利亚人怨恨，毋是干那日常生活，我无爱经过恁遐尔，搁来包括伫礼拜嘛无爱共所在呢。所以有两个圣殿，一个伫耶路撒冷，一个伫基林新山，有无？所以耶稣伊条工就要去加利利，就条工行对啊过。所以撒玛利亚附近人毋当共问，啊，我到底爱去对礼拜？心灵是毋是较重要？去对拢无重要。耶稣就安尼甲回复，吼，这是个另外一个对话。先啊，因的怨恨甲安尼，会食了甲安尼吼。咱拢知影，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啊，因伫埃及了后，因入迦南地，征服迦南了后，遂进入士师时代，有12个支派。士师的意思就是支派的领导者，伊有担任足侪政务，包括法律吼，嘛当做审判啊，所有的政事拢是士师。士师了后，就无一个国家，后来因就成立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王国。所以12个支派从啊变做一个国家。啊，第一个国王就扫罗，这咱拢知影。过来就是大卫，过来就是所罗门，大家人拢做40当。大卫作想要去圣殿，上帝无要去。你吼安尼犯罪，虽然你有悔改，我赦免你，但是我无爱互你去。所罗门就去。咱知影要去圣殿爱抽重税，所罗门就抽税。啊，来去圣殿，啊，伊过生日去了后，伊的囝起来接，搁要抽搁较重的税呢。啊，这个国家的王公大臣讲袂使啦，恁爸爸扣重税啊，吼，啊，你麻烦扣一个。哦，因囝真阿爸，就简单讲，阮老爸用藤条术人吼，我要用当机的迄个铁术的迄款的来挂叶啊，啊挂起的，我甲恁说，意思是讲，我要扣较重的税。这长辈就无法力啊，就嘛无法度甲伊沟通，所以国家就啊分裂做两个国家，南边的2支派尔叫做犹大，北边的有10支派叫做以色列。所以后来本来拢以色列人，后来这2支派那叫做犹太人吼。变一个国家变2个国家了后因为拢犯罪，包括这国王嘛无几个好王，足少，所以上帝生气就甲因互因亡国。北边的成亡国以色列王国成灭，就是亚述来甲伊灭了后，亚述人真巧，伊讲我若要有效统治，我就爱甲对恁的血统来改造，所以伊甲一部分的人迁去亚述，亚述帝国嘛一部分的人迁来撒玛利亚的地区吼，怎变做杂种？即摆后来犹大国嘛是灭国，犹大国嘛灭国。但是因是叫巴比伦，就即摆伊拉克，经过70当，有一个即个波斯王古列，温准因倒转去，即2支派半无甲人通婚，所以伊保持即个纯正，所以因就倒转去圣殿，等于犹大地咧去圣殿的时，即个撒玛利亚人讲较早咱都拢共一个组，阮来斗起来，讲无，恁已经杂种的，搁较早咱王国分裂的时，咱元首带足重。太济咧，所以毋免你做恁，阮做阮，所以耶稣伫讲故事，足侪好的撒玛利亚人，拢讲撒玛利亚的好话。其实伊是伫互遮的犹太人要做即个警醒。所以咱对即个历史简单伫遮知影吼。所以对犹太的律法师来讲，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即个厝边就是共款是犹太的同胞。撒玛利亚就是外族透南国的杂种，有无？已经无属于上帝子民，所以伊对耶稣来发出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这款的证问啦，听到这个问题，耶稣当然知影律法师的用意，是伊来回答讲纯正的犹太人，但是真正以色列人，犹太人但是上帝的选民，这透南国的撒玛利亚人毋是。律法师总爱耶稣讲安尼，耶稣讲安尼了，伊就家己破讲但是耶稣无安尼讲咱拢知影律法师伊会安尼问，就是伊想要借即个问题，互耶稣暴露伊的立场无符合犹太律法的讲法。总是耶稣伊会透过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喻，挑战律法师甲对族群厝边的自我甲自大的观念。这是安尼
因为伫耶稣的眼中，无论是南犹大的这犹太人，也是北边的这北国的，后来变做撒玛利亚这的人，也是讲甲人透南过，拢是有上帝的形象，拢是咱的厝边，因为拢有甲上帝立约，吼。所以耶稣伊的心是安尼，吼。啊，第二项哦，咱去进入耶稣，你讲帮忙厝边也无啦。耶稣伊会用好的撒玛利亚人来做譬如。伊就是要借着这显示出撒玛利亚人伊热心协助这个受害者，但是这是甲利未人冷酷无情的对比。耶稣咧讲故事，讲作者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呢。伊伫撒玛利亚，伊10个抬高的有啊，敢若一个人去睡倒下，迄个撒玛利亚人，伊拢调讲讲给犹太人听。哦，咱甲看耶稣，伊拢调讲毋通安尼自我自尊啦，吼。哦，检测这是甲利未人。过时，伊怎闪伫边仔过？可能伊有伊个顾虑啦。因为安怎？这是古早时代，利未人是伫管理这个献祭，这个祭司的一个族群，12支派内面吼。这个祭司若经过这个迄个人，若死吼，你甲摸着，你就袂通去执行你的工作安尼。意思就是讲，你若去甲摸，你若去着死人，你就无清气啊。无清气了，你就袂当执行你的工作，你就暂时失业，安尼就对啦。所以因拢惊讲，迄毋知死袂？我看闪较边的，我来去遐摸，确定搁来死搁来我住遐，搁来迄个强德美伫边我就搁受灾殃，所以同对边说过啦。敢若即个撒玛利亚人无安尼吼，所以咱若对遮来看，祭司甲利未人，伊有两个态度吼。祭司甲利未人。伊用冷漠的态度，伊无关心受害者发生啥物代志，伊敢若想家己，我若甲帮忙，我会安怎？差不多是这个情形。但是好的撒玛利亚人，伊问家己，若假使我无帮忙伊，安尼伊会安怎？哦，这是一个咱来做一个思考的这个代志。有影呢，咱伫世间，咱讲平江阿乐无一个好人，有无？所有吼。的代志吼，人讲人不以为己，天诛地灭，有无？这是人性。毋过耶稣要对这个人性的中间，互人去做思考。当伊有需要的时，你会当帮忙伊的时，你敢要付出这个态度？总是即摆是法律的社会吼，佫是现实的社会。我即摆我嘛捌看到人安尼车祸，我毋敢活去呢，但是我随拍电话，我会对边我伫遐看，你有好势无？你有平安无？因为我看几啊摆。我较早少年的时会去甲斗扶呢，我真话毋敢，扶的讲伊怪我吼。我会赶紧拍电话，然后拄观察，招边的人，咱来甲伊斗三工，看伊有啥物需要。因为你若助你走，伊可能车来，也是讲无人甲帮忙，等下就佫有代志。所以这是一个态度哦，这是一个态度。我有看到一本册这是神学的册，有一个神学家吼，伊是真出名的神学圣经学家。伊美国人，伫埃及、黎巴嫩，甲即个巴勒斯坦、以色列、甲塞浦路斯，就是古早时代居比路啦，即马叫做塞浦路斯吼。伊伫遐做神学的教授40档。伊教学的生涯吼，互人譬如是一个教导耶稣譬如的大师，所以伊写即款的册写真济吼。伊伫册内面有分析，有足细咧讲耶稣的譬如，伊嘛讲到一点。哦，这是伊写的，我甲引用吼，这个真出名 ，Kenneth Bailey 吼，这真出名吼。有翻译做中文，这本册真好，哦，咱会当做参考。伊伫册里安尼写，我拄则甲咱分享的拄共款，所以我用伊来做引证。耶稣咧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劫匪伊用肢体暴力伤害受害者，有无？但是祭司甲利未人伊用忽视的态度，搁一摆来重伤这个受害者。哦，这个重点就是讲，经过受害者身边的祭司甲利未人，敢若问家己：哎哟，毋通哦！我若去帮忙这受害者，我毋知发生啥物代志，我毋知会怎无头路，暂时失业，帮迄个无心者，会安尼去想，有无？有影伊咧讲的，拄甲我伫遐读圣经的体验都完全共款吼。所以伫遮做这个引证吼。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足清楚，甲咱讲，这个厝边毋是干那你看会到的，这个厝边毋是干那住伫你的边啊，就是要安怎甲人分享生活，无论对方伊的种族、宗教伊的文化、语言，还是伊的性别，
换另外一句话，就是讲一个新的人类的态度、听甲关心啦。我简单讲，就是讲，我有迄个开力。当我知影即个学生伊都无法度注册、无法度读的时，安尼变安怎？有当时我嘛会想呢，我嘛会想讲，毋通啦，迄因兜的代志。但是伊像我无法度读落去，我就会想思考，我无甲帮助伊袂读册，无法度读落去。但是我有才调，我嘛会当安尼做，这是一个新的态度，有无？即摆咱的政治真乱，这嘛是一个互咱值得去思考的即个代志。我伫遮用第三点，咱进入伫咱的生活甲咱的生命，包括咱的一般的社会甲咱的历史咱来看一下我用一个对比啦，自大一点甲一个义无反顾，我用这两个做对比。我搁强调一摆这世界里面人敢若讲，我若甲帮助，我会安怎？好的撒玛利亚人，伊是讲，我若无甲帮助，伊毋知会安怎？咱安来想。这中文真好，我较爱人讲繁体字，简体字这个作者意思会走去，所以我较爱用这繁体字繁体字啦臭这字字较大，那加一点就臭啊，这个意思讲自大一点，你就是臭人啦，自大一点。咱即摆的政治界做者自大一点呢，变臭人，互人骂甲有无？骂甲咱会当对遮去来思考因为自大的心中，敢若家己无别人，不但家己自我为是，嘛无同理心，有时搁伫自我自私下面，因为欠缺听甲包容，唯我独尊，互人气甲这种两个相克，有无？这是足大的即个问题。咱来思考一个义无反顾啦，义无反顾咱的义咱若甲倒兵写，毋是倒兵写，若甲颠倒变，义的有三，即字义有三字组合，一个是两撇，一个是王，一个是我。你若甲倒变，拄啊我王八，这真歹听啦，这真歹听。我看这句话头是真歹听啦，因为我通常毋捌咧讲这个，若搁加一字，搁较歹听我做兵的时定嘛有迄军官咧骂兵骂王八，搁加一字安尼真歹听。搁有骂迄足济字的。我拢做袂惯势，因为我囡仔时代是伫教会大汉，较无即落，阮兜拢是礼拜无人咧做迄个物件，歹听甲即个王八后来我有去了解即个意思，就是王八从安尼字来啦咱知影儒家做是有关礼仪廉耻忠孝节义啦即个讲孝这是儒家孔子明子的学说儒家内面有一个王八，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拢足重要但是袂记的尾仔迄字你像我袂见笑，头前遐拢总犯着，所以人袂使义看到义你甲倒变我王八就是这像我袂见笑，我袂真见笑，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对这会当看操甲这是义，实在会当做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互咱做一个思考甲一个传承。第三点。这是我有缘用一个我的庄脚大汉的一个例来做譬如，互我回想伫囡仔时代迄款的厝边的精神。我是伫庄脚大汉我已经坐老人票嘛做阿公所以我是早期伫台湾无电视、无冰箱、嘛无自来水、嘛无马桶的时代伫庄脚大汉，阮的庄脚嘛拢总无淡仔沟路，拢石头路所以若饮水，因为迄个排水设施无好，所以就饮水，所以就爱去护鱼所以迄个庄脚有足迄个时代生活环境无真好的时代，但是足有人情味呢我用一个两个例啦我囡仔时代人若嫁娶拢无去餐厅，拢伫三合院有伫遐请人客。到40年前我结婚的时，我嘛是伫庄脚大埔旁请人客呢，我无去餐厅呢即马这就是乌上大饭店啦，毋知咱听有无迄个时阵拢毋是叫人来大埔旁，拢毋是。迄个办公处甲庙拢有布棚，布棚要搭你是主家，你有喜事，厝边头尾拢会来甲你斗相共。我有一个亲戚伊体格足好足勇，有牛车，拢专门去咧载，伊咧斗菜斗用，厝边头尾逐个人就来甲你斗相共。
啊，我的老爸吼，较毋是咧初养的。啊，我老爸虽然无读啥物册，小可有读淡薄啊，日本时代读淡薄啊，写字足水。所以伊的工作，人若有婚丧喜庆吼，啊，厝边头尾咧嫁娶，伊拢专门咧负责写帖啊。啊，迄个人写毛笔咧打门帘，迄拢免钱，吼，拢义务的。所以我老爸若写了，啊，写足水哦，啊，就去分，啊，无就去寄，有无？啊，佫会替人写批。咱毋知有经验着，古早时代迄个长辈拢袂晓写，毋捌字，啊，要写批互囝迄款的心情无？我老爸专门咧做这个代志。后来我甲读高中，我嘛会当共写批。阮的长辈拢甲我讲，我若写吼，我若讲啥你写啥，你毋好别写哦。因为阮遐有迄吼，还未结婚就做兵啊，啊，然后吼去做兵，啊，伫外岛写批转互太太，写乱七八糟的，吼。啊，我讲阮拢会安尼写。伊讲啊，我讲啊，你较早是摕互送写，啊，都无人教我写，写甲迄不三不四的。我讲哎毋通，我若照写。古早时代，我想咱应该毋知经验即个代志60年前吼。啊，伫遮逐个人放小盘工呢，叫做放盘工。有当时阮兜种甘蔗，啊要测甘蔗，规庄拢来甲你斗相工呢。啊，搁来若稻切布料今嘛要收成，风台要来，赶紧收咧，无浸着水会发芽。拢是一区过一区，规庄的人，一区用了换迄区咧，拢无咧求报酬的，嘛无咧讲你的较大区啊，较细区，逐个人拢安尼做呢。哦，当然啦，较大区的房较无用种即个，逐个人拢会搁买一个物件去甲伊细刀写。有一个互我印象上深的，我特别用即个稻落菜尾吼。古早时代拢是办桌，叫做乌香饭店，啊，逐个拢来食来了吼。古早时代吼，拢有迄菜尾有啊？毋知我较少年较毋知影吼。我细汉做爱食这菜尾，但我即摆想起无啥卫生，因为无公筷嘛，无木匙，你敢知？啊，逐个安尼啉安尼用啊吼。但是吼，装卡是足好，就是吃拢食无了，逐个拢会轻，然后佮放迄个山东白有啊？啊，佮放迄个笋干，啊，佮落去滚，好滚甲有够芳有够好。我会记得厝边头尾有当时送来，啊送来是阮老爸叫人写帖仔啦，啊，遮有剩的吼，一面桶安尼互你，拢爱食几啊顿，我上爱食这吼。啊，这个我会记我结婚嘛是伫厝了后吼，我就去送迄个来斗布棚的啦，斗借刀啊椅啊，斗布地遮的人因斗，我就替伊讲啊，多谢你啦，来斗用我。庄脚拢无爱食这菜尾咧，啊，即马这拢无啊啦，拢无啊吼。我足少年，这就是厝边啦。你有需要，我甲你帮忙；我有需要，你来甲我帮忙，这是安尼。毋过即马这精神已经无去吼。其实我真深的一个体会，互咱伫遮嘛来分享啊，这个耶稣所讲的。所以我伫遮做结论，啊，较等下咱犹原会对这个圣经来引申这个信仰因安免来关心吼。有真侪基督徒甲圣经中的律法师共款，拢知影要安听人，但是毋知影啥物人是我的厝边，有啊，吼，甚至对厝边的需要差不多无看到，吼，对到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环境、性别的问题产生足济，吼，这是足严重的这个代志啊，吼，若拄着真正需要帮忙的厝边的时，咱是要扮演祭司甲利未人，还是要亲像这个过路的生理人，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共款，我若帮助你我会安怎？还是讲我若无帮助你，伊会安怎？用安尼来想，我用安尼做引申，最主要就是讲，我已经食老啊，当出票，当去带领这学校，佮教育部了啊，迄毋是遐容易，佮少子化吼。我同学已经几来退休。有当时我想讲，我若像你退休，毋知要偌好吼。总是咱拢知影，我若讲退休，学校要安怎？共款，我伫遮来分享报告，咱若无帮忙这个学校，学校要安怎？要倒落去，还是讲要关起来？因为新人院捌关3摆，拢是有因素吼。所以我就有即个责任，咱要安怎来关心吼？所以我伫遮甲学校几个代志来甲咱报告吼。新人院是台湾第景的大学，这个教室是120几栋啊。这个正做台南市政府的古迹，经过3栋，我这几栋拢咧无用这。总工程费5000几万，当然了还有一寡设备，这无加伫遮。
政府有出，家己嘛出，拢已经完成吼，真水，真侪人去咧参观。这是巴吉勒牧师去当英国募款起的，吼这是教室非常水，这是古迹的大门，即马拢用好，拢拆掉，这个围篱拢会当参观吼，所以欢迎咱来参观。礼拜堂，这礼拜堂真水，这礼拜堂有哪饭福气。共产党统治大陆了后，本来美国有一个金陵基金，一长老会要帮忙这个南京的金陵神学院，但共产党退去了后，将帮忙台南神学院，所以黄宗辉牧师后来将去这礼拜堂，嘛去宿舍，嘛去图书馆，去老师的宿舍等等，但已经拢足久，拢无整修，有结果工程师讲若无过20天爱倒，这会将无去，会将倒落去。一定爱整修，所以从整修3档吼，已经3档偌久吼，真水吼。这个学剑桥大学的校园，黄宗辉牧师就对遐转来吼，所以用剑桥大学的这个感觉，这是礼拜堂，这是台南市的logo，顶面有一个玫瑰窗吼，拢拄当整修好，这是黄昏翕的吼，这个是礼拜堂，非常水吼，欢迎咱来参观。这已经拢完工了后。佮有经过1档半，还有1档8个月，纪念馆，就是1905年起好的，我那拢无整理，我入去的时，这间宿舍吼，老师的宿舍已经拢差不多真旧啦，我就有一个印象，这一定要整理，无这间厝放拍远吼，拄感谢有拄着咱教会郭敬文兄伊来同工到设法。我嘛斗募款，斗关心，所以已经用好，有3000几万，吼，3000几万的这内面会当大，咱若零售的来佚佗，毋是5000级的啦，但是至少有3千半级，吼，互咱大，咱去大的真舒适，真水，吼，欢迎咱来，吼，过来就是未来佫有意向，吼，要顶整修巴克勒馆，巴克勒牧师大过，咱宣教的台盘对遐开始。但是30几年前，风台已经拍倒去。较早迄正做咱长老会历史文物馆，足侪宣教书，咱的历史的遐文物拢放伫内面。后来倒去了，然后搬去中，即摆放伫中，拢无恒温，无恒湿吼。即摆我一直想讲，这应该起得转来，对历史有交代。我要退休进前，起得转来。过来就是老师的宿舍，嘛拢60几档啊。黄宗辉牧师金陵基金来到起的，嘛拢无整理。所以我若咧找头毛吼。迄插落吼，迄电火会较暗小可，遐工班讲，迄危险会火烧啊，哇，那烦恼吼，所以这个嘛是要准备要整修吼，佫校园爱美化吼，佫来一个新学较要紧。即摆少年人想法甲咱无啥共，我感觉我65岁已经超过一敬老表，我感觉到20-30岁的人做伙，价值观念足侪无共，毋是毋对，是可能我老古板。当时我互伊一个观念，就是咱来读神学，就是咧学神，毋是自我为是，自大一点咧错人，毋茫你义无反顾啦，义啦吼，无安尼就真害吼。巴吉勒牧师本来带这倒去啊，风台拍下去啊，风台拍下去了后就变做这个废墟，所以足侪外国人来拢会问这是啥物人的梦？我毋是，这都拍下去啊啦。外国人讲拍下去，他无一定去。我用英文甲伊开玩笑啦，我讲都欠迄个 vitamin M， 维他命 M 啦，伊听无啦，我就讲好听嘛来笑安尼吼。这有咧计划中间毋忙，咱会当斗关心吼。这个是斜坡道，巴克勒牧师迄个老的是中风，中风吼，伊家己坐轮椅爱对遮杀。台湾的第个斜坡道有这个，这个就倒去，这个就无倒咧。所以足侪人来参观社福单位来参观这个历史的古迹吼。我足想要搁甲回复倒转来吼。搁一个尾仔一张吼，这个就是迄个斜坡道。了后有一个影片4分半钟，互咱做伙搁分享一下。因为咱的同工有甲我讲吼，第一场袂当讲伤久，第二场摘一个，第三场会当加5分钟。所以我就有加5分钟，咱做伙敬拜嘛，做伙伫遮来分享。所以照一个影片，咱看一下吼，4分半钟，咱就会当做伙做祈祷吼。
主来敬牧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伫遮来收看台南新人医的介绍。台南新人医对1869年创立到即摆已经100几年久。过去历任的院长、老师，当过伫这所在拍拼，互咱看起台南新人医现在的即个状况。过去的一段时间，有遮的建筑物的整修，才渐渐完成。过来教育部入完了后，新人医嘛有拄着真侪的挑战，总是有上帝带领，甲大家带导，拢会慢慢伫遐来解决，来向前来跑走。将来新人医依然有真侪事工，包括伫少子化中间的招生，以及其他的旧的建筑物的整修，甲其他的遮的校园的美化。拢需要咱关心，也毋忘咱继续为着台南新人医关心、带导、甲奉献，愿上帝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地。愿上帝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地，请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定定咧讲，阮就是因为共一个信仰，共一个救主，阮搁生活伫台北的所在，搁伫成年教会聚会，伫属灵的家庭，讲做一家，毋是偶然，有上帝你真好的念你甲安排。阮会通伫大型的教会，诚做好的撒玛利亚人，看到人的需要，来帮助人，互人通知影，若无成年教会这兄这帮助别人会拄着安怎？成年教会过去拢用这个心来对待真侪的教会甲机构，阮充满感谢。愿上帝继续嘛激发成年教会伫这个所在，遮侪的兄姐愿意有愿来奉献、来关心为着新人医来祈祷，佮推荐优秀愿意献身的青年来成做牧者。阮将遮的一切。归荣光伫主你的面前，也将今日所讲献做者互你，愿主你欢喜甘纳，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